我去年在海南来着，你不来？我黑呀，我黑的嘞。你这个刘海烫的好玩呢。你的眉毛长得还蛮高的。现在侬今晚当然是苏州高地美女。那她不在美女了。哎呦，你看你原来自家好的呢，再搞一根钢棒环。哪个海口？哎，不是海口一点点，我跟你讲。我一天要画几十对眉毛呢。熟能生巧，炉火纯青，巧夺天工。这位是欧星的嘞，这位是阿莫林斯多人。哎，那当然来了差不多了哈。不拿起男人啊，才是一片的好事。细节的地方也要把它弄得漂亮点，他是精益求精的。等到这次这副漂亮要光我的，灯光里讲的，谁是你当不来？你来欣赏是扑通扑通的天，三位有点的精神。你想着自家马上谁变漂亮着？我晓得个，你肯定想讲，我原来谁漂亮？啊是个？哎，今晚晚你困了还呢？我刚才发现那个太没上的。什么时候我太不健康？我看看天气我真好。谁是两双蓝腿脚头上低？你38得来是吧39得了。哎呦，容光焕发，青春靓丽，第二春来了，第二春。你自家不听我闲话，去年谁来这么来再漂亮着？我能想个办法，他还发明2只豆腐叉开上去。啊，罗姐，没事，你就这样子我个光，兔子那个福。你下趟看见2点皮嘛，谁想让我做哇？对个。所以下趟你跟来我吃，跟来我白相，跟来我一点变漂亮。好的，谢谢。你这位帮咱2个。耶！我比这个人漂亮走，你再漂亮得了，比现在家漂亮走。你看呢？啊是啊，就是我爱来到那里。精神的。 Let's go， 我们走了，吃饭去喽。你呢？今朝激动到来讲英格里说讲。讲3日一次性2光99，乃每日天爬米买的辰光生下来着。米别动力也生下来着。黄切是不割手。最主要是比那自家画个漂亮。对。画个米买再搞2根8角。